伫个台南嘛讲有人咧种草鱼，毋过讲即马这产期明明都已经过啊，所以一直阁有草鱼通落板。讲是因为今年的冷气团一直来，天气够冷，这产期才会当阁延长3礼拜。拍算会一直出到清明，天气缓热才会收尾。假日一透早，规林地区的草鱼园内面就开始有人雕出现。时间是迈入3月，甲以往无共款的是，草鱼季大约伫个28年假了后就结束。今年草鱼季是有长，嘛互民众真欢喜。冬天比较长，到现在还在冷，就很奇怪，很不稳定。对，因为到现在还蛮冷的，因为现在还10几度，还蛮扯的。还没想到还有草莓，因为我想说可能到2月就结束了。天气冷才有冬季草莓这样子，今年冷的时间比较持续。今年草鱼季甲以往无共款，根据业者的观察，今年旧历春节以来天气是相共偏冷，雨伞季是持续延长，但是气温条件会当配合，今年的草鱼产期有机会延长3礼拜，提续到本月下旬，甚至到清明节。气温不要一直都高于30度，草莓就可以一直开花还结果。下礼拜我们也知道好像有一波雨要来了，这2个就是一个加分项，一个减分项，我们就要看接下来就草莓够不够强壮，能不能撑过这一波。温度假如能降，我们是希望它能持续。去年10月下旬，小港有风台带来豪雨，是互幼苗全部引起，收坡的收成是减真济，每台斤阁曾经飙到600块的行情。不过随着产量增加，价格嘛渐渐啊回稳。这批草鱼会当延续等延偌久，就要看天气的变化而定。若是等高温又阁落雨，真紧就会收尾。公司新闻郑云台报道。